顶就甲送香的人甲无白的囝伸冤，就甲困苦的甲欠客的人行公义，就拯救送香甲欠客的人，互因脱离歹人的手。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着万国做基业。请咱来吟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必王。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必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必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必王。请咱起立来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启用，启用文60篇。也是哥林多前书13章，咱来启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恁爱是宽容，恁爱是无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
无爱不义，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事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下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伫天里的爸爸，你是应该受懊恼的。你袂捌提示阮的祈祷，也袂捌互你的慈爱离开阮。全地要敬拜你，要吟诗懊恼你的名。你的所做到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要降服你。你用你的权治理，直到永远。你的目睭监察列邦，阮拢要来懊恼你，互万百姓听见懊恼你的声，因为你的作为奇妙，你的所做到遐通惊。主啊，求你光照阮，求主赦免阮一切罪，因为你是圣洁的。你将家己献予上帝，做圣洁的活祭，做义的器具，做你的圣殿。求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阮的信心有时实在不足，也求你赐予阮每一个人信心，搁一摆经历你的恩典。阮祈祷求叫你刷去每一个人心中的重担，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欠缺的求你补足，互阮毋是靠着家己的有限去面对生活的压力甲重担。因为你应允咱讲，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毋免惊，因为我是你的神，我要坚固你，我要帮助你，我要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阮为着你的应允献上阮的感谢。昨日，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互人开庆善，即件代志，互全世界的人拢真戆领、真气愤。伫今年5月，美国加州俄湾长老教会也发生庆杀的代志。面对这凶恶的世代，求你甲阮同在。若无，阮就无气力来面对撒旦的攻击。阮相信你的光会赶走黑暗，你的疼会赢过惊吓。伫台湾，今年11月26日，阮有选举，阮要为选举来祈祷，你互人无因为理念的无同、政治立场的无同，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因为这是你的国度，是属于你的地上，所有的权柄拢是对你所来。求你掌权台湾这块土地，互每一届的选举拢会当和平来进行，互阮会当选出真正疼痛台湾的人。阮也为着每一年7、8月，学生升学考试来祈祷，为着教会的学生青年，8月初要去美国宾州大学读研究所的宋恩。也佫听候伫国内研究所放榜的喜爱，也佫听候高中放榜的义恩，也佫有已经到伫美国加州读大学的真情来祈祷，当求你引带带领因未来的道路，互因无论去到倒位，拢无离开你。伫疫情的这段时间，也求你保护掠查保护教会内底济地平医工作的兄弟。求你也将平安的灵赏赐予因。今年已经进入到后半年度，
我们为着教会未来接续的事工来祈祷，福音中心的超吹，透过福音中心即个比较较软性的所在，互搁较侪人愿意进入到教会，听见你的福音。啊，搁有10月份的野外礼拜，11月份的事工研讨会，12月份的圣诞节的活动。你是阮的头，阮是你的身躯，阮要来祈求你的旨意，互阮跟头教会伫保定即个所在，诚做光甲盐，互阮所做的合伫你的心意。阮也为着袂当来到阮中间的兄弟来祈祷，无论是因为疫情，还是身体病痛、工作出国，拢求你甲因同在。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你要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阮。无你超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学老听圣歌对今日要学老的诗歌是：主是我的快乐。
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3章31节到35节。已经出去，耶稣讲：当人子得到荣光，上帝也伫伊得到荣光，搁上帝伫伊本身荣光人子，也要连边荣光伊。细囝啊，我还有点仔久甲恁伫地，恁要找我，我所去的所在，恁袂话到。我捌甲犹太人讲，当也安尼甲恁讲，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正道请郭牧师，今日的正道题目是建造信仰第5讲，疼人甲被疼。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主日早起，搁再一摆同心来敬拜上帝。今日有特别搁看到久久无看到的兄弟吼，亲像讲姚长老、长老娘，赖大家小玉者吼，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较毋捌出门啦吼，较毋敢出门。感谢上帝，互咱。会通伫即个疫情渐渐好转的过程中间，咱犹原会通出席吼，来实体的礼拜吼。我相信，甲看电视较无共款吼，甲看迄个线顶的较无共款吼。无论是咱伫线顶，也是伫咱伫即个现场吼，伫即个礼拜堂的中间敬拜上帝，我相信拢有上帝的圣神甲咱同在。咱只是同心来祈祷。主愿你的神感动阮众人的心，互阮伫你话语的中间来得到造就甲帮助。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灵命的氧气，成做阮的气力，互阮伫生活的中间会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愿献上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疼是甚物？到底有偌济人会通了解疼真正的意涵？检使真正真学得会通讲出一个互人感觉满意的答案。世俗伫社会顶面普遍认为是疼的专家，咱讲迄个疼的专家，大概就是一般咧讲爱情的专家。嘛无法度完全将即个疼来落一个好的结论。一般人所讲的即个疼，好亲像嘛是敢若停留伫即个爱情的层面啊。无怪伫即个侪流行的歌曲中间，伊的内容拢是咧谈论有关男女的恋爱的点点滴滴，亲像讲。初恋，还是讲迷恋、暗恋，还是讲单恋，还是失恋？检使真侪人想要知影讲，即个爱，咱较无咧讲，一般人较无咧讲爱疼啦，咱拢讲爱，爱情还是讲恋爱？敢真正亲像流行歌曲所讲的遮尔啊简单吗？检使。我即个年岁就会知影讲90年代香港有一个歌星咱讲新男歌手叫做郭富城伊有一首迄时阵少年人拢会通伫喙里咧吟，咧唱KTV 也常常咧点的流行歌曲，叫做对你爱不完毋知有偌济人知影即个歌
咱看伊的歌词，伊写了真有意思哦。用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些些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我对你疼永远袂改变啦，也爱袂煞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到底永远拢袂去改变但是咱看伫这个歌曲伊嘛是有讲起一寡问题伫咧听的过程内底，有一寡代志毋敢去面对，也是讲无愿意去面对。所以咱无学伫发现，伫这个歌词的中间，虽然有透露讲浸伫爱情，也是讲这个谈恋爱的人会通时时刻刻投入家己的疼、家己的爱伫咧中间，好像咱一般俗语所讲的，爱着较惨死爱着较惨死。所以问题是在伫讲，迄个付出疼，还是讲接受疼的双方，是毋是真正知影讲，家己是咧爱什么？就是讲，咱付出的人，甲接受的人，到底敢知影讲是咧爱什么？是顺转的疼，还是愚妄的疼？这用迄个华语来读，较深色是纯纯的爱，还是纯纯的爱？咱咧伫思考讲，到底咱所付出的是顺转的，还是讲真愚妄的？其实有真侪人拢查袂清楚。所以咱看这个歌词上落尾讲起一个真关键的一项事，相爱原本总是那么难，疼本来就是这样困难的一项代志。虽然咱实在是真学伫理解真正的疼是啥物，但是不要紧，因为上帝已经亲自将迄个完全的疼显明，互咱会通看见。通过这款的疼，咱也学习怎样疼人，也避疼。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要所想述互门徒这学生一个新的诫命。主要所讲，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三疼，照我疼恁安尼，恁嘛着三疼。这是现代台语译本的讲法。通过实践这条新的诫命，众人会通因为安尼就看出讲咱拢是耶稣的门徒。虽上，疼对犹太人来讲，毋是一个新的诫命。咱伫《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50，就咱看到这款一条真要紧的诫命。而且讲以色列人着注意听。上帝，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全力疼上主，恁的上帝。这所讲的是疼上主。所以伫犹太人因的诫命第一大的就是爱大心疼上主。利未记的中间也有提起，伊讲毋通甲你的同胞报复，嘛毋通扣分，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我是上主。这两条诫命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上大的诫命。第一就是疼上帝，第二就是疼人。所以疼伫犹太人的中间，因并无感觉生分，因为伫过去摩西的时代就一直开始讲到伫耶稣的这个时代。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讲，耶稣伫遮所讲迄个新的诫命是咧指什么？是咧指门徒爱学习彼此相疼这项事。因为过去一直咧强调疼上帝、疼人，但是门徒中间是毋是通彼此相疼？这是真要紧的代志。关系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伫甲门徒做伙食迄个搬过节暗顿，食了后，迄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离开。耶稣甲这学生开始伫遐讲论这个教导。咱今日一开始读的经文，伊讲已经出去嘛。已经出去就是指犹大
离开因，准备去找迄个祭司头，要将耶稣出卖。所以当犹大离开了，耶稣对门徒教导即个恁着彼此相听的即段经文。伫四本福音书的中间，只有约翰福音无关系到耶稣伫搬火节的暗顿中间咧设立圣餐这项代志。咱来看即个约翰福音13章，伊伫遐讲要过搬火节食暗顿，但是并无设立圣餐这项代志。但是咱看其他即个马太、马可甲路加这3本福音书，都拢有设立圣餐的即个代志。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啥？是耶稣伫咧搬火节的暗顿进前，替学生来洗骹。所以13章一开始就讲搬火节前，耶稣在伊离开世间归伫爸的时到，已经听世间属伊的人，也听因到落尾，也到尾也听因。所以讲食下饭顿，就安怎？伫迄个进前就替学生来洗骹。这样事互学生感觉真戆硬，老师哪会通做即个代志？所以当耶稣第一开始为着彼得洗骹的时阵，彼得安怎回应讲？伊讲：你绝对袂为得甲我洗骹。耶稣安怎甲伊应？耶稣讲：我若无甲你洗骹，你就甲我无关系；我若无甲你洗骹，咱就无关系啊。其实耶稣透过这个为着学生洗骹、为着门徒洗骹这项代志，要教导因也爱彼此洗骹。这是耶稣听的服侍。门徒若真正听耶稣，伊也会学习耶稣的款式，会通彼此洗骹。咱真学伫想象，诚做一个老师，伊既然会替学生洗骹。咱爱屈家啊，你要替学生洗骹，一定爱屈家。咱讲弯腰屈膝，诚做一个奴仆的款式来替学生洗骹。这伫世界各文化风俗的中间，无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啊。咱若去看即个世界一寡文化，哪有老师咧替学生洗骹的？耶稣即款的安尼做的目的是为着要避办。这个门徒服侍的心志，就是爱成做正人的奴仆，要成做正人的奴仆。所以耶稣对因讲：我做主做老师，拢甲恁洗骹，恁嘛着互相洗骹。我有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有影伫一般人的观念中间，拜师学艺，学艺啊，拜师学艺，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咱若是要学一项物件，咱一定去请教一个老师，诚做伊的学生。孔子伊嘛有安尼讲，伊讲自行速修以上，无未尝无讳焉。意思是讲，我若是穿10条肉干去找孔子的时阵。孔子伊无因为伊是甚物款的身份，就无收伊做学生，一定会甲伊教导。所以咱知影孔子叫做有教无类嘛，有教，但是无分你是甚物款的阶层。所以只要摕10条肉干，这个速修就是10条肉干，迄速就是安怎一速，一速迄个修就是10条肉干的意思吼。摕肉干去请教，去拜师的时阵你就会通互老师来收你做学生。这个肉干就是学费啊，咱即马无用肉干咧做学费啊。这嘛是为虾米伫华人的社会中间，遮尔啊强调，咱讲尊师重道。老师伊的身份，好亲像是一个老爸共款。所以才有一款，才有讲
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款的讲法，伫咱华人的社会中间一直咧流传。过去做学生的人，拢着爱住伫师父的厝内。做学生的人你要去学一个技术，你着爱去住伫老师，就住伫这师父的厝内。伫遐还未学习这个师父的技术进前，伊大生着爱用1年的时间来服侍这个师父，服侍老师甲伊厝内的人。包括着爱负责准备3顿，摒扫这个厝内，然后整理这个整个的家务，甚至着爱照顾师父的囡仔。一直咧听候这个学生伊迄个修养，操练到一个程度，一个阶段的时阵，这个老师才会开始来教伊一寡技术的物件。所以过去咱知影讲，你做这个学徒拢爱学偌久的时间，3年4个月。但是头1年就是安怎，拢咧做一寡遮个，遮甲伊要学的技术无关系的代志。其实老师嘛是咧看你是毋是有迄个会通互人教导的心嘛，是毋是有愿意来听老师的话？所以通常这个学徒拢爱用3年4个月时间才会通毕业。总是有偌侪学生，总是多数的学生拢期待安怎赶紧毕业，摕着这个技术了后，自立门户嘛。可能就开伫老师伊的店边，搁开一间店。我顶悬咧点名讲，伊的老师是啥物人安尼？较毋是讲对即个师父的身上会通去学习到啥物款好的品德。敢若是要学技术，但是老师伊的迄个品德，伊是毋是有学习到？你敢知咱毋知影？所以耶稣用即个罗卜的身段，为着学生来写卡这样书。伫迄个时代，咱讲即个老师甲学生的关系内底，根本是互人感觉真好笑的代志啊！嘛是互人真恶的想象。这明明就是咧，咱讲自贬老师即个身份，互家己的老师的身份加甲真做一个罗卜的款式。这是当耶稣伊屈身准备为着彼得洗脚的时阵，彼得真激动甲老师讲：你绝对袂为得甲我洗脚，你是老师呢。因为洗脚是迄时阵伫家庭中间上卑贱的罗卜着爱做的代志。当一个人客去到一个主人的厝，迄上卑贱的罗卜，伊着爱大声替即个人客来甲伊洗脚。耶稣是做即款的代志，伊哪会通用老师的身份来做即款代志？若是这样代志传出去，安尼敢会听哩？总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拄拄是亲像伊家己所讲的，因为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保罗以后安尼讲，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罗卜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因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耶稣因家己，伊掠家己，真做是一个显明上帝的听上好的一个例。伊来教导学生，也爱学习伊的款式，因为因已经大声互耶稣来听，被耶稣爱，伊互耶稣听，去感受到即个听的温暖甲宝贵。若是这个学生真正听耶稣，也着用耶稣听因的方式学习彼此相听，通互众人看见真做耶稣的门徒
是一个甲即个世界有分别、无共款的人。当学生彼此相听，是要互众人看到讲，这个学生是甲世界无共款的。好亲像咱拢是耶稣的学生，咱诚做门徒，咱要怎样互人看见，咱是甲世界无共款的？接煞学生就要将这个听实践出来，就是效法耶稣，互耶稣用迄个互耶稣改变的性命去听咱世间所有的人。这是耶稣对学生的命令，当然也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两兄弟，咱认为彼此相听是一件简单的功课吗？咱认为彼此相听这款的功课有容易去做无？主要说爱咱学习彼此相听，咱是毋是有落实这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诫命？若是咱会感觉真困难去行，到底是出什么款的问题？想让咱无度彼此相听，迄是什么款的问题？检测咱捌听过一句话，就是讲，一个人若未捌体验过，互人听迄款的感受，伊也一定无法度去有迄个听人的能力。一个人若从未体验过被爱的感受，他也一定不会有爱人的能力。举一个简单的来讲，一个自细汉就毋捌互老爸，毋捌有老爸陪伴，毋捌互老爸听，即款的囡仔，有可能是一个孤儿，也是讲伊的老爸，真久长的时间拢伫外面咧工作，所以拢无住伫厝内。还是讲伊出世是伫一个家暴的家庭，出世是一个家暴的家庭，所以即个囡仔因为毋捌感受到过互老爸听的经验，所以伊大汉以后，伊也真困难对家己的囡仔付出老爸的听，因为伊无物件，伊无法度付出啦。即款的囡仔其实是真可怜的囡仔。虽然有一寡人，伊捌因为毋好迄款的童年经验，就就抓讲，我绝对无要亲像家己的老爸共款。咱讲迄是内在誓言啦，就迄个咱讲智商，咱学过智商的人，就知影讲有一款叫做内在誓言，就是讲我绝对无要亲像什么人，但是伊一定会变做迄款的人。即款的囡仔，伊细汉的经验真毋好，伊就就抓讲无要亲像家己的亲人。但是到伫落尾，伊嘛是无法度用正确的方式来去听家己的囡仔。我拄则有讲，因为伊无的物件，伊无法度互囡仔，自己没有的，他无法付出。所以讲，一拍无油的灯，绝对无法度。发出光明嘛？一台无油的车，伊要安怎行会叮当？一个毋捌互人听过的人，佫较是无法度去听别人。除非咱内在的性命会通互主耶稣医治，感受到互迄个天父听。若无即款内在誓言，往往会互咱佫较容易成做迄款无想要成做的人。我拄则有解说吼，所以伫咱学习怎样听人进前，大先咱就要知影讲，咱是毋是捌互人听过，还是讲咱是毋是捌领受过别人对咱的关心甲疼痛？咱要听别人进前，咱大先要去思考，咱过去互人听的经验是安怎？互人关心的经验是安怎？互咱去思考这样代志。当主耶稣用问道提出，讲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相听的时阵，为着要互因知影，家己是无法度我靠家己的想象力，去实践这个命令。耶稣讲，恁着要彼此相听。
伊毋是用家己的想象力去想象讲啊，迄个号做彼此相听是啥物代志，是啥物物件。吼，为着要互因清楚知影，耶稣才会接续安尼讲，伊讲照我听恁安尼，恁嘛着相听，诚做因会通学习彼此相听的一个证据。因为已经感受到耶稣对因的听，所以知讲哦，原来听是安尼。因才有法度去实践这个听，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吼讲咱着相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咱大声感受到上帝对咱的听，咱才有法度彼此相听。因为咱已经亲身去谈到主恩典、主的听的滋味，知影伊迄个良善，就安尼，咱会通学习。怎样去听人？咱今日会通自己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是为上帝大声听咱。主耶稣伊主动亲近咱，将咱对迄个罪恶和撒旦关系捆绑的中间救赎出来。因为即款的听，咱会通真心甲上帝恢复关系，真心领受新的活命。会通结出圣性的果子，会通甲同性的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更较要紧的是，咱着要实践主耶稣所讲即个新的诫命，彼此相听，安尼众人才会通认出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话虽然是安尼讲，点彩有人想要安尼分享。安尼来分享讲啊，阮真正是真愿意遵守主耶稣所讲彼此相听新的诫命。总是有一个人伫教会中间的所行所做，就是遮尔不可爱。所以，阮真正真恶得会通听落去，甲伊听啦。因为教会有这些不可爱的人，所以我们很难去爱他。我无得否认，真正咱讲要用主的听来听教会中间的每一个人，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咱常常咧吟的一首诗歌叫做“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你敢有真正安尼咧听？另外一首诗歌嘛有咧讲起。耶稣听我，我也听你。讲啦，就是这样简单。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唱起来真简单啦，但是你真正要去听，实在是无简单。所以迄个马约翰牧师有将这首歌改作是：耶稣爱我，我也爱你，真是不简单。真正是无简单。有影，咱讲接受听是检采较容易的代志。甚至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爱互人听。但是付出听确实有伊的困难性，尤其是遐无可爱的人。主要说，捌针对付出听这个代志有指出，伊讲。因为恁若简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啥物报赏，兼毋是连遐个无罪的人，嘛是安尼做。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还是姊妹亲安，有啥物比人较特别，兼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咱无得否认，天父上帝的听绝对是完全的。咱每一个归属基督的门徒，拢是伫天父完全的听中间来得到一个新的活命，就是甲天父有共款的属性的生命。所以，咱袂当搁再亲像过去迄款用迄个有选择性的方式去听人。咱是爱学习天父听人的方式去听人。伫拄则经文有讲起，上帝伊是完全的，
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天父伊的疼是无分别的，因为是完全的，所以是无分别的。好亲像使徒约翰伊所讲的，上帝疼世间人。约翰福音第3章第10-11开始有讲，上帝疼世间人，表示上帝疼伊是无分别的。所以，既然是属伫天父儿女的人，嘛，就要学习迄款无分别的疼，来去疼咱周围的人。咱常常拢会讲，教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虽然咱是分别对无共款的家庭来，却因为共一个天父、共一个救主，咱诚做亲人，并且咱伫教会中间常常讲咱是兄弟姊妹。咱无咪兄无咪姐，咱拢是兄弟姊妹。总是咱敢真正会通用对待家己亲人迄款的方式来彼此相疼，还是讲咱只是讲将耶稣所讲即个，你着要彼此相疼新的诫命，当作是一个口号拿定。即摆选举到啊，有真侪口号嘛讲了拢无准算。咱要实践这个新的诫命，就要彼此相疼，敢是一款口号？因为是一款口号，所以咱无愿意身份去对待一寡甲咱想法、立场无共款、身份地位无共款，也是讲伊国家身份、民族无共款的人。拄则美方长老祈祷中间有讲起前2天安倍互人枪杀的代志，这互咱想无，到底是啥物款的怨愤，互因会通举枪去甲伊枪杀？咱有一寡想法立场无共款，咱本来就是想法无共款啦，但是咱会通去互相尊重无？咱敢有去尊重讲，对方嘛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上帝赏赐伊的活命，安尼凊凊彩彩就将人的命来摕去，安尼敢对？咱毋通将即款彼此相疼变做是一个口号拿定。若是咱伫教会的内面无法度去实践彼此相疼，是怎样要互教会外面的人会通看见？咱即个基督信仰的群体是甲世俗社会的群体有所分别，是无共款的。若是咱伫教会内面无法度去实践彼此相疼，咱要怎样对主耶稣领受？将迄个对主耶稣领受迄款的疼，也会通分享互教会外面，互需要互主疼、需要互主医治的人。过去我伫读神学院的时阵，老师捌出一个题目，即个作业，出一个作业。即个作业就是讲，爱阮转去到家己的母会，也是讲拄咧实习的教会，然后去问教会厝边，即个徛家，也是社区的乡亲，是毋是知影讲，即个社区内面有一间教会？接续就要问讲。是毋是知影讲，即间教会伫即个所在偌久的时间啊？最后爱问因一个问题：若是即个教会搬徙，离开即个社区，因有啥物款的感受？当同学转来到伫课，即个上课的时阵报告结果的，迄答案实在是真多元，嘛真有意思啊！甚至有诶听了真艰苦心。有诶教会伫迄个社区是无受欢迎诶，是真望讲赶紧搬走啊！有诶教会伫迄所在，无人知影讲原来即间教会伫遮几10年啊！可能讲平常时教会拢关起来所以讲这是一间教会那遐这咱检测。咱是毋是问过？咱是毋是去问过讲咱厝边头尾，咱的乡亲
是毋是有知影讲，咱的社区有一间干道教会，也因对干道教会的设立伫布丁这个所在有甚物款的想法？是正面的个，还是负面的个？教会人互人感受的是，感觉真容易亲近，还是真恶的亲近？教会伫社区存在的目的，就是爱去分享上帝的听，去分享基督的听。咱所讲的就是分享福音嘛。伫这分享的工作，这分享的工作是每一个已经伫主内面顶头生得救，并且有主听的基督徒爱去完成，互咱会通共同领受这个耶稣互咱的大使命，互众人拢会通互主的听来论得。这检赛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咱基督徒存在的目的。期待咱拢会通学习耶稣伊所教导咱这个新的诫命，彼此相听。毋但是伫教会内面彼此相听拉听，搁较要紧是要去到伫教会外面，互咱也通感受到基督的听，是通过咱的心象来显明出来。求主帮助咱，最近一直咧强调咱来设立福音中心，其实就是一款分享听一个真要紧的任务啊。虽然咱搁咧敲找方向，还搁咧构思咱是要所在做所在，还是讲伫原本咱教会的所在来顶建重新整理，这拢是思考的方向。总是咱若是将这个代志下伫咱教会中间，下伫祈祷中间，我相信上帝互咱会通敲找到共同的一个意向出来。咱伫这意向的中间，也会通搁较用心来分享主的听，分享主的福音。请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对世界创造的开始，就显明你的听，伫阮的世界中间。因为听你创造人类，因为听你救赎人类，也因为听你竞选阮、呼召阮去完成上帝你爱阮去做的旨意。主，阮知影，阮原本拢是有罪的人，总是你无看轻阮，也无因安尼离开阮，反倒你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伫阮的中间，主动亲近阮，显明上帝对众人的听。我较通过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伊的牺牲，将众人对罪恶的中间救赎出来。就亲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上帝听世间，所以无愿意看见有人沉沦，伊是爱人人拢会通悔改。主帮助阮，互阮遮已经领受主的听的基督徒，当阮伫咧军队耶稣的过程中间，阮也会通实践耶稣所教导给阮新的诫命，就是彼此相听。检测阮知影，这项功课无容易做，总是阮愿意学习。虽然阮气力有限，能力有限，阮只有求圣神加添，互阮有气力来去完成这个诫命。主，阮知影伫阮的中间，检测有人伫细汉的时阵未捌经验过亲人的听，所以有时阵伊也无法度来去分享听，甲付出听。主，恳求你医治的大肝病下伫因的身上，互因通过主耶稣的医治，
因过去的伤害会通一直着医治，互因通过天父的疼，也领受到一个疼的款式伫伊的心内，互伊也会通知影怎样去疼。主帮助阮，互阮通过彼此相疼这个功课，也互众人会通看出，阮是甲这个世俗的社会无共款的群体。因为阮彼此相疼，所以阮会通成做一个见证，就是互众人也愿意较无愿意来接近福音。主因为安尼，就众人有机会来领受救恩，恢复上帝原起所互因的身份，转来到伫上帝国的大家庭中间。阮感谢你，因为疼人还是被疼，拢是阮爱学习的功课。求你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恩赐。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541首，将疼传出去。将疼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疼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疼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疼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疼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疼着分享，毋通放弃，甲把握机会传出去。请咱起立来吟。应答上帝话，奉献请细红执事甲家辉执事。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请坐。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12节。来，请。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相疼，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的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约翰福音书4章12节。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相疼，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的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约翰福音。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4章12节。报告，请咱来看关渡家训。贵牧师今日暗时到12号。到拜二下晡，伫个新德圣经学院参加灵性教育的研习课程，请兄姐来导。第3点，即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查经是贵牧师主理，祈祷会是释传长老主理，欢迎兄姐踊跃出席参加，互咱三甲用祈祷来建造合一的教会，互咱即摆医院共款线顶甲实体拢有吼。第4点后主日是文理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礼拜心为即个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5点，本会对7月份礼拜中开始，每周的经句，咱即摆是用现代的台语译本，汉罗版的圣经，请负责司会中职特别注意。第6点，即礼拜6。7月16早起10点，咱牧师每个月拢会经一出电影，互咱看，吼，甲信用有关系。即礼拜6所敬的是《送行者》，吼，若是爱看电影的兄弟，欢迎来教会咱三甲来看。教界消息甲代祷，请咱家己来看，放伫咱的祈祷的中间。后周的讲题是正道是詹昭瑞牧师，过来书封后周书封，请咱家己来看。来请牧师来补充。今日真欢喜。有看到姚长老、保春姐阁赖达甲小玉吼，拢真久无看到吼，真久无看到吼。感谢上帝，互咱伫即疫情的中间，咱有实体的礼拜吼。但是咱嘛是真期待讲伫线顶做礼拜的人吼，会通赶紧转来到伫实体的礼拜中间啦。因为小玉是较特别的工作吼，伫病院工作，所以伊会担心讲。是毋是来到伫教会可能会对咱感觉会有影响吼？其实是袂影响啦吼，阮拢会甲你接纳吼。好咱今日特别吼有一寡代志爱来关心代祷吼，就是苏敏姐的即个第2新妇吼龙儿吼伊确诊啦吼，确诊哦总是即个拜5。预产期，即个拜5预产期所以嘛不计欢乐吼，所以咱较等者伫祈祷的中间，特别为着龙儿甲威志来祈祷吼，是威志大心嘛吼，威志大心确诊可能就是去胃定吼，所以咱期待讲伫即个伊咧确诊的过程中间，袂去影响到伊迄个囡仔吼，互伊拜5。即个预产期即个生产的过程也拢会通真顺利吼。特别为着即个龙儿来祈祷吼。第2，咱继续为着玉清节来祈祷吼。玉清节伊进前就是心脏吼，一直迄个心律不整算讲跳了真紧吼。检查心脏了是心脏无问题
有可能就是迄个甲状腺甲状腺的问题伊有食药但是可能目前还无法度了解讲到底是食了有效也无效伊甲我讲昨早起伊佫忽然间感觉心跳足紧的心跳足紧的就赶紧休困赶紧休困尾后休困了后，就是小可有较和缓较和缓有可能就是讲迄气候忽然间变甲足烧热嘛去影响到伊迄个心脏的问题伊7月20才会佫去复诊7月20才会当去复诊可能就才会通确实了解讲到底即个甲状腺的问题要安怎来处理所以咱继续为着育亲节来祈祷第三项咱检采就是今日要带倒的家庭咱今日带倒家庭是婉君就是飞鸿长老的查某囝甲因整个的家庭飞鸿长老昨日还是拜四佫去病院例行检查啦伊可能是人无爽快啦人无爽快会喘所以怎佫去病院做检查因为飞鸿长老伊嘛是心脏开了，一直拢无感觉伊家己认为讲家己无讲介好的恢复拢一直佫会喘安尼咱看伊行动就是会较无力行路会现安尼所以咱特别求上帝来怜悯医治啦互即个飞鸿长老伊的身体会通得到真好即个医生来甲伊建议看要安怎治疗咱嘛为着长老妈长老妈是叫做林五劝甲长老娘佫伊的三个囡仔威志、旺达婉君新妇这是孙玉恩是孙咱特别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来施恩看顾飞鸿长老伊，咱知影讲伊咧做麻香伊虽然有准备要交互即个大汉囝位置但是伊嘛是佫真操烦啦就开心脏佫操烦，所以就是讲较容易喘啦所以特别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好咱今日带倒的事项特别为着咱知影讲拜五安倍晋三互人刺杀这项事真正互咱真艰苦心咱知影讲伫美国进前嘛是一直咧发生即个刺杀的案件这检采对咱看到人会感觉实在是真艰苦心的代志咱求主特别来怜悯人拢真正是真软弱咱特别需要互主的疼来充满互咱会通彼此因疼，互相来款待啦拄则讲道中间嘛有讲起咱的一寡理念想法会无共款，但是要学习互相尊重特别是咱为着年底即个九合一的选举来祈祷咱希望即个选举是一个健康的选举莫安尼每一摆选举出来都爱互相攻击摕一寡无影的代志来报道安尼真正是毋是介健康的选举民主化是一个过程，但是民主化要行了有健康安尼的民主化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所以咱为着咱年底即个九合一的选举来祈祷第二为着暑期的中间检采，咱有兄弟会想要出外去旅游求上帝保守互咱无论是去到什么所在旅游咱嘛是会通做真好的防疫特别咱的囡仔放暑假四界去佚佗的时阵嘛会通注意安全咱为着暑期咱无论是出外去旅游，也是讲去佚佗，拢会通得到上帝的顾赏好咱就为着拄则几项代志来提出代祷
第一就是为着龙儿威志因的家庭吼，特别为龙儿伊迄个即个较正的代志。第二就是玉清姐吼，第三就是回乡长老的家庭。最后咱就为着咱的即个选举吼，咱求上帝特别来引带甲看顾吼。好，咱请起立，咱同心来祈祷。上帝，阮伫个人生要拜着阮，为着阮教会集体，为着龙儿提升较正，求上帝你特别来伫，互伊会镜头较轻易，特别伊伫即个拜五是预产期，希望即个较正袂诚多道路操烦。或者整个生产的过程，拢较顺利。阮也为着医生即个身体咱着求上帝你特别来医治，阮特别求你个保守看顾，阮特别的家庭，妇女，就是了一直无讲甲伊破碎，会恢复伊上帝的特别来吸引力，然后对家庭对人生或者是即个工作的发生，看顾，为着所以中间这一撮求上帝保守，甚至。主，阮同心伫你面前，为着教会集体来拜着阮的祈祷。特别阮即时阵为着威斯甲龙儿的家庭来祈祷。前2天听见威斯甲龙儿拢有确诊。特别是龙儿伊过来的拜五是伊的预产期。阮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互即个确诊袂去影响着囡仔生产的过程，也袂去影响着。囡仔生产的时阵，有啥物款的状况出现？主求你医治的官兵下伫因的身上，互因伫确诊的时阵，因的即个整个的情形袂介严重。求你互因会通有真好的休困。阮也为着玉清姐伊心脏会无爽快，求上帝你特别来看顾。检测是因为甲状腺的问题。求主你通过医生所开的药互伊会通得到好的治疗。也7月20伫咧复检的时阵，主你互医生知影怎样用上好的方式来为着玉清姐来治疗。主，阮为着惠阳长老因全家来祈祷。伫去年8月惠阳长老开刀了后，也一直感觉恢复了无够完全。主检测。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互伊的身体来得到恢复。愿主你特别来保守看顾，互惠阳长老伊会通有一个安定的心，互伊出入拢会通得到主你的顾守。也为着因的家庭，为着因3个囡仔，因的新妇甲孙，伊的太太。甲伊的妈妈，阮将这惠阳长老因全家拢交代伫上帝你的手中，求你特别来保守，互因生活的每一天，拢会通经历上帝你的疼。阮也为着司机中间有侪兄弟检测出外，求上帝你保守，互因无论去到伫什物所在，去旅游的时阵，也会通做真好防疫的措施。保守因出入拢会通平安。阮也为着年底9合一的选举，求上帝你特别来保守看顾。阮知影民主的过程检测通过选举来选出阮心内所意爱的人选，来成做公仆。总是阮期待所有选举的过程拢是健康的，互即个选举成做阮。伫民主化过程中间，所爱学习的课程，通过阮每一个人所选出来的人选，也会通学习彼此尊重。
主愿将年底的选举，求上帝你来带领因带，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念上行的诗，足多的诗，391首，好落天父天顶主宰。临时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性的相通和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个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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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回。